喂，各位村民，大家平安。伊拉等下我马布拉，布拉有注意报告。Cuma aku kirimu aja kamuku ribata gidanga susah habis azwa YouTube sa ikenjia za kamuku bulayo 欣欣，是买诺笋。哦，vegan mulut benawanan。哦，那太好了！我想请你提醒一下那个足以认证的考生注意事项。你抓属灵猫。哦，makasih，你抓。那我们先来转场，对吗？3、2、1。来，有安静。对不对，宝宝？足以认证快要到了，大家是不是开始紧张起来了呢？独自卡刀，我们邀请到了 Gigi 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些应考的小 paper。来介绍自己。Oi, coba-coba ya mapulat. Atian tiki belajar taliku, sesimpel jalan. Happy, ini za不正正的，这样讲可以吗？Makati, Jawa Makati 这应该都是不记 ，imbit 它其实外来语。立可带。是咕哩咕哩。有的人习惯用立可白的话，你涂完以后要等它干。我会推荐用立可带。画下去就可以马上改。最重要的是，一定要带你的准考证、身份证、健保卡、驾照，那些都是没有办法的。如果说没有带准考证的话，有没有补救措施？有。他会念一个句子，然后会给你选项。其实你只要多背单字，你听到一些关键字，你就可以了解它的那个问题。出题的时候大概会念个2次，你题目要听完整之后，你答案选择就比较快。这个也是大家最容易紧张跟担心自己发挥失常的部分。还会给你一小个段落，然后让你1分半准备，然后1分半回答。当他说请作答的时候，你才开始作答。你如果没有念完也没有关系，这个部分拿分的技巧就是稳稳的、顺顺的。最怕就是你太紧张，然后没有把它拼对音，念错了。他会用主语问你一个问题，然后你就要用主语简短的回答。那老师，你现在及时的现场想一个题目问看看好了。好，我举一个例子是，An masuk jenenglaya ke kanan maapai 就是你喜欢吃的排湾族食物哪些？对。叫小超版。你不要执着说我到底喜欢什么。是。考试的时候你来不及想，评审也不会检查说，这是你喜欢的。你说锦大虎，你说Vasa， 你说 Vasi， 你说 Valen， 对，这些都可以讲。我另外一个想要补充的是，因为他给你回答的时间大概是40秒钟，那如果你怕，比如说我回答说进来那个满大锦大虎，哇，才不到10秒，那剩下的30秒怎么办？你可以扩充奥维纳隆进来那人就把它讲完。爱抓苏比纳的安加诺恩进来那怎么样？对，马文啊。对，你的句子就会变长。对，你问我的这个问题呢，我的想法是这样，那你的时间就拖得很长了嘛。但其实你还是原本那个重点，我喜欢吃锦囊糊，最紧张的部分。我顺便教一下，你们要简单紧张。马不发他会给你一个图片嘛。一家人在吃饭，你不一定要影射到你自己本身的家，而是从图里面你看见了什么。你可以说 Majelima menatap makanan, izuati bubu babayan, izuati bubu kalai， 这些就是包括它的称谓，你可以讲进去。餐桌上有许多食物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些食物讲出来。比如说izuat veleven， 对，izuat cikau， 对。izuat ozang， izuat gam。回答的时候带一点情绪，就是有一点演戏的感觉，这样子你就可以让你的空白时间感觉到不是那么尴尬。我可以说izuat veleven， izuat cikau， 一定要进来要拿个满大cikau。有没有？那你是不是又拖了一点时间？对，你又应该说是你又增加了一句，你让你的回答是很日常的，好像你真的在跟这个阅卷老师有对话的感觉，就干脆帮他们取名字好了。会不会超过时间？你看他是不是更有亲切感了？毕竟越生活的句子，你也说的越有自信。是。
都是选择题作答，大家不要紧张，题目看清楚就可以了。可以上注意一乐园，多看多练习。它也不是一支影片3言2语你就可以进步的，是，就是靠你平常多练。最后要提醒大家2件事情，一定要听到请作答，你才可以开始回答哦。在请作答之前都不算数，不要画记任何的东西在答案卡上。我去年考试的时候，他问完我完全没有听懂，我当时就回答他说：“一尿不良的所以你盖多啊呢嘛，马达比森啊盖啊姆曼。”这样讲，而且我还结结巴巴的哦。所以呢，你今年一定要把握，认真的看完这一集，趁我现在还没有红的时候啊。万一到时候阅卷老师都知道我这个人，然后我这个频道讲出这种话的话，那你用这个技巧的时候，我觉得会一律打叉。如今来生都知道嘎木古，你可以做。巴嘎米努，阿板，把这帮大家遇到。好不